来继续来讲，这个高雄港是全国上大，嘛是全世界第17大的港口。进前，法国的媒体特别点名高雄港是中国真小想的港口。法国的媒体来分析，讲中国若攻打台湾，会先来攻高雄港，因为高雄港若占起来，安尼中国的后勤甲装甲兵力都会当快速登陆台湾。也毋过有专家认为，若是两花真正站起来，毋是高雄港尔，包括台北港甲台中港，拢会是中国的目标。中国解放军8月初伫台湾4号练等的所在大规模演习，其中一个演训区离高雄港刚好超20公里。法国媒体重点周刊进前甚至点名高雄港是北京小想的台湾港口。俄罗斯一直想夺取奥德萨。 它是一个非常广阔的港口，高雄港不也是一个很大的港口吗？如果高雄港被夺下来了，可以滚装货轮一次载一个团进来，直接靠港踢正步下来，我的所有的装甲车直接从滚装货轮上下卸下来。高雄港是全国上大、全球第17大港口，所在广阔，真侪农工业原料产品拢是为高雄进出口。边仔的主营基地嘛是海军大本营，专家就认为两岸的小战，解放军的目标唔干那高雄港，应该是多点立体同时的登陆，那包括就是台北港、台中港、高雄港都可能是他们那个抢占的目标。专家嘛讲，若是台海发生战争，海军的水尾国军港出海，水面舰会进入台湾东北边和东部海峡保存战略，唱水面舰会驶往西南边海峡。面对解放军两侧登陆军团，嘛袂坐咧等死。以陆制空、以陆制海，也就是防空飞弹跟反舰飞弹为主，以更密集的反舰飞弹来阻绝敌方登陆船团的这个进犯，建立一个阻绝区。向美军买100套舰底鱼车反舰飞弹，预计伫咧2024年做到好势。加上台湾制造的舰底反舰飞弹，嘛当伫咧赶工制造，希望当透过战略来保护台海安全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